繼軍工股之後咧，無人機板塊咧又大爆發啦。嗱，事源喺12月底咧，美國用無人機咧轟炸咗委內瑞拉沿岸嘅一個嘅碼頭啦。嗱，美國竟然唔用引以自豪嘅戰機，反而用咗無人機啦。嗱，事件曝光之後咧，全球嘅市場咧即刻有反應啦，無人機嘅板塊咧直接被引爆啦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數據就知道啦。2025年啦，12月下旬開始啦，無人機嘅指數咧不斷係走高嘅，咁成交量咧亦都大增嘅。嗱，明顯咧就有資金啦湧入去追捧噶。嗱，之所以大家有咁激烈嘅反應啦，核心嘅原因咧係呢次嘅軍工嘅行動啊，令到市場咧知道啦，無人機喺現代嘅衝突中咧有一個實用性、靈活、精準同埋低風險㗎。嗱，各國對於無人機嘅需求咧只會越嚟越大啦，行業嘅景氣咧會自然啦就水漲船高。嗱，喺呢個風口上面咧，幫大家揀咗兩隻美股咧特別值得大家留意㗎。嗱，第一隻重點留意嘅就係 OMDS（Ondas Holdings）。嗱，呢間公司嘅亮點咧在於啦，實戰業績同埋高增長嘅預期啦，佢旗下自主嘅研發嘅無人機解決方案啦，業務仲覆蓋咗國防啊、公共安全等領域㗎。2025年佢仲拎咗1430萬美元嘅無人機系統國防大單啊！反無人機系統仲喺歐美咧進行一個試點啊！市場預期咧佢哋上年嘅業績咧收入係高達443.6%㗎，成長速度不容大家忽視。另一間咧就係 AVAV 啦 ，L.L.man 啦。呢間公司咧亦都唔係小角色啊！佢哋咧喺美國軍用小型無人機嘅龍頭嚟㗎，仲手握9.9億美元嘅陸軍大單啊！今次美國用無人機咧執行呢個軍事任務，就進一步引證咗啦 AVAV 主打嘅產品嘅市場價值。加上佢深耕軍用嘅領域多年，佢自然咧會率先受益，股價亦都會有強勁嘅基本面支持。港股又會唔會有相關嘅概念股咧？中概嘅軍工股咧會唔會出現另一隻 PLTR 啦？炒股一定要炒啲大熱嘅板塊啦。如果大家想聽多啲市場嘅焦點板塊嘅分析啦，記得留意我1月底嘅課程啦。國際清算銀行咧最新出咗一份報告啦，指出今年出現咗一個半世紀以嚟咧一個首見嘅罕有現象啦，就係黃金咧